Box。第60屆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即將喺2013年11月9號至10號及14至17號隆重舉行。適逢今年係60週年，主辦單位增加咗2日賽事，節目更加精彩。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係澳門體壇車壇盛事，賽事喺市區鬧市內，喺以多彎、狹窄等因素著名嘅東望洋跑道上進行。整條賽道環繞澳門東望洋山，全長6.2公里。沿途多彎，有上坡下坡路，亦有不直寬闊嘅大直路。賽道最闊路面達14米，而最窄嘅得7米。全程設有3個地點觀看比賽。而家就等我為大家介紹下各個看台嘅特點以及係取票方式。大看台，等你貼身觀看起跑線上嘅靚人靚車，最近角度感受賽車蓄勢待發嘅聲音。賽車終點衝刺，車手領獎嘅興奮場面，亦都可以喺呢一個看台飽覽無遺。大看台位於港澳碼頭對開，觀眾喺大看台購票處買咗飛之後，可以入售票處下層地下行人隧道，經隧道橫過馬路之後，再經由行人天橋沿路進入大看台觀眾席。門票不設劃位，設有帳篷。水塘看台設置喺大看台旁邊，係觀賞賽車剛起步爭入第一個彎位嘅最佳位置。喺呢度仲能夠盡覽金麗華酒店彎位賽車爭位嘅精彩場面。同時，水塘看台嘅票價係3個看台裏邊最低嘅，門票不設劃位及不設帳篷。水塘看台售票點位於海立坊對面。觀眾由購票點購票完畢之後，可以望到對面岩石樓梯處嘅觀眾席指示牌，沿住指示牌行上樓梯，就即刻去到水塘看台嘅觀眾席啦。葡京看台經過東方灣後，車手就會向聞風喪膽嘅葡京灣進發。駛入呢一個賽道，車手要以高速由寬敞嘅路面直角轉入令人膽戰心驚嘅窄彎位。喺呢一度曾經發生過多次驚險刺激嘅賽車連環相撞意外，因此每年都吸引眾多遠道而嚟嘅 fans 捧場。葡京灣售票點設有2個，一個位於舊葡京正門對出，經由售票點後面嘅行人隧道，跟隨大會指示牌，沿路經過停車場同公園，即可以到達觀眾席。葡京灣觀眾席全數都設有劃位及設有帳篷。另一個葡京灣入口就位於星際同永利酒店之間嘅行人安全島，方便更多觀眾購買葡京灣賽車門票。如果買葡京灣門票嘅觀眾，記得揀清楚去現場邊度攞飛，揀錯咗可能會浪費你行多10幾分鐘時間㗎。年年都睇，好刺激，啲聲音好震撼啊！我年年翻嚟睇嘅。想購買緊張刺激嘅澳門格蘭披治大賽門票，請到澳門廣星售票網或香港、內地各售票點，或致電澳門853-2855-5555，香港852-2380-5083，中國內地86-13-926-911-111，又或者喺網上購票。想了解更多資料，可瀏覽網址 www.macauticket.com。